试着约你，闻到一股恋爱的酸臭味。走红线哦，这么简单。你到底要不理我到什么时候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因为看到为了你难过，我很担心。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对你好吗？错啊，我觉得你越来越好，你知道干嘛？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喜欢呢。那你可以听我解释吗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所以这样就没什么好说的。妈妈问你，那个骑机车载你回来的人是谁？到底是去哪里啊？不接电话。离开这里，哪里懂？这是夜市，跟阿健的，跟阿健很开心。还有那个，在这里。对啊。告诉你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3、2，走。再来一次。好，现在看我。那会了吗？换你。准心在这里，对着气球就好。哎，你很厉害哎！我一定要把那个射下来。好。你不是说要来看我健身吗？我今天带你来体验我的健身菜单。那我今天麻烦黄老师。好，不错哎，你很有天分哦。拜托，我是运动天才哎。我可以摸吗？可以。哦，这也不能摸。今天的事可以当做我们之间的秘密吗？学长，生日快乐！我喜欢你。大家送我的生日礼物我都有收到喽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。大家拜拜。担心你啊，担心我什么？担心这个面瘫，还有担心你不会照顾你自己。我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。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了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。真的很好吃哎！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煮给你。你收到？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啦。所以你不只想当朋友喽？明天有一个练团哎，要不要一起来玩？我的梦想是去读国外的音乐学院，如果我当选学生会长的话，学校就会给我一笔奖学金，我就可以出国留学。而且你爸又给你那个新任务，要你选学生会长，你真正的应付得过来吗？根本就是叫我成为第二个你，第二个我，就凭你现在这个德性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对你好吗？如果吵架，那就和好；还有再吵架，那就再和好就好了。你加油！不管你选谁，我都选你。他不在，那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达的吗？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叶黄，谢谢。哎，同学，哎，这个花是不是要交给那个陈老师吗？对，那个老师请你去办公室找他。他找我吗？很急哦。好。哎，在这边啊！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有没有怎样？没关系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的话。哎，陈俊伟，老师说什么啊？等一下啊。陈俊伟。哎，叶广，序章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刚沾到了。你等下不是还有事吗？来。走，你去前面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办？完蛋了啦！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。
这么大片。你干嘛？交换裤子啊，你穿我的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转过去了？干嘛？你害羞？不习惯啊。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可是我很紧张哎。不要紧张，就像上一次你带外国学校那样子就可以了。可以的。嗯，好。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，真的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可以第一个时间找到你。不是，你不懂。现在反而觉得我跟他距离越来越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些话跟他们说呢？你是会听我说这些话的人哎。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你还跟我说怎么做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帮你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爸爸？你是要怎么懂我现在的感受啊？哭了。是哦。你怎么了？烫太烫了。那我帮你换一个。没关系，现在这样很好。你是我们学校的吗？我是2年5班的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徐启章。蛮好吃的。好吃就好，多吃一点。你知道送我那把雨伞的人就是你吗？
叶广，叶广。还没有拥抱，就已经预料分开会有多难熬。你的呼吸，我多不及。只有余光，感觉。讲什么？你讲什么啊？你在讲什么啊？就跟你说我没钱了，还我！你爸死了，一定有留钱给你们。密码多少？啊？密码多少？密码多少？讲啊！是我跟我妈的生活费啦。有钱嘛？干嘛啊？明明就有卡，你他妈的他妈骗人呐！有卡，这人根本就不配当我舅舅。你讲什么啊？你在讲什么啊？啊！你再怎么样，我还是你舅舅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还好吗？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现在还能遇到你，还能靠你这么近，我真的觉得好不真实。你是要玩交换礼物吗？我觉得他应该喜欢这种味道，这一种比较适合他，感觉这个是他会喜欢的。我发现买情侣的礼物好烧脑。这是木炭还是？你不是很喜欢有质感的东西吗？你们真的很有默契。哎，好香哦！好香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光味道我就100分了。情人节快乐！今天是情人节，不是说要交换礼物，有带吗？当然有带啊。这不错哦。真的一个选择障碍。还说我们看他会选什么？他另一个不要就是我的。好，这么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好喜欢哦！我还要准备一个惊喜。我现在觉得你比我贴近100分。这样。好感动哦。对。慢慢靠近 ，In the sky can rain， 你拉近，愈合你的距离，随着风流浪，声音还在回荡。慢慢靠近 ，Let's nothing can be， 你决定，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为你唱，不断重复